主后2022年12月30日，每日圣言讲读经，对大自然物观的学乐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148篇第10到14节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！恁着对天顶称赞上主，伫悬的所在学乐伊。伊的众使者，恁着称赞伊；伊的众天军啊，恁着学乐伊。日甲月啊，恁着称赞伊；发光的星辰啊，恁拢着学乐伊。天顶的天，甲天顶面的水啊，恁拢着学乐伊。这个拢着称赞上主的名，因为伊一个命令，一切就造成。伊将这个安置好势，永远袂变迁；伊定例，永远袂废无。恁这个着对地上称赞上主，大鱼甲所有的深海，四若甲冰雹，雪甲云雾，听伊的话的狂风，恁拢着称赞上主。所有大山甲小山，果子树甲碧香树，所有的野兽甲精生，虫豸甲飞鸟，恁拢着称赞上主。所有地上的君王甲人民，贵族甲统治者，少年人甲在世女，老人甲囡仔，恁拢着称赞上主。这个拢着称赞上主的名，因为只有伊的名受尊崇，伊的荣光搬过天甲地。伊互伊的子民强盛，互伊圣的子民拢称赞伊，就是亲近主遐个以色列子民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！对大自然物观的学乐，伫1561年完成的比利时信条宣认，认识上帝的财物有2种途径。大生伫咱目睭前，这个宇宙是一部上美丽的册，受造物无论大还是小，拢吸引咱去默想上帝永远的权能和神性。其次，比前者搁较完全的，就是透过圣经上帝的话，引带咱搁较完全认捌伊以及伫耶稣基督内面的救恩。我捌甲一位农夫谈道，伊讲，伫种田做事的时，会去想万物存在的道理。忽然，伊问我考你卖咧，生有实物还是生有动物？我心中默祷，回答伊：圣经讲，上帝大先创造实物，然后创造动物。伊讲，我的观察和思想也是安尼。我无读过什么册，总是我想，爱先有实物，才会动物才袂饿死。想袂到圣经也有安尼写。我讲，你伫大自然中间也体会到上帝是疼。伊创造世界充满慈爱和准备。阮伫大自然的中间距离幽近，最后伊接受我为伊祈祷。伫灵修的传统中，有一种大自然物观。当你感觉心情烦躁、思绪混乱的时，出去看上帝所造的天地海、花草树木，感受季节变化的温度甲湿地，甚至多年的人，因拢反映着上帝的荣美。你通伫心中呼求主，互家己安静落来，看咧，就会互烦恼散去，心中清明，甚至圣神通透过这个对你讲话安慰甲鼓励你。伫当时，万物因为人的罪、贪欲和私心，差不多受破坏殆尽。
总是诗篇要爱上帝主名起来，甲万米同齐上赞上帝，通互耶稣基督过活的生命力持续展现伫咱中间。伫中华西海岸，阮教会有一个美好的见证。2010年前后，反国共召化运动的时，阮不断祈祷，各含中会以及环保团体商讨对策。当时，阮行入社区，用居民团结甲环境共赢的理念。渐渐村民的反应热烈，佮踊跃出席伫教会举办的公听会。感谢上帝，国共召化受挡落来。取代是方远海空步道，迄是互人流连忘返的大自然景观。拄着我会伫日头落海的时，去遐舷海风，看石贴甲琴树虾隐伫红树林的沙土坑，无用刺刺的模样，实在真古锥。看咧看咧，烦恼拢互海风扇走。最后伫星光四射下面，带着感恩甲懊恼，结束一日的忙碌。你也通来体会看卖咧，好无？默想，试看卖找出一段时间，进行大自然默观，安静落来，感受上帝的慈爱。试看卖找出一小段的时间，进行大自然默观，安静落来，感受上帝的慈爱。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创造万米，互阮享受。感谢耶稣基督对一切罪和需要破坏中间拯救阮。恳求圣神开我目睭，会通欣赏生活中美好一切人事物。开我的嘴，会通大大学了你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